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又个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回呢，讲到呢，灶骹吼，一寡料理啊，一寡器具，一寡用具，咱去甲刷落去哦。那咱开始要来用水啊，讲新水桶着好担啊，讲拄做好的新水桶哦，比较当然较好担啦吼。过来呢，讲新饭斗炒三茶。三啦吼，大颗三啦吼，新饭斗就讲用新木材拄做好的饭桶呢，有这个三茶味啦来讲面汤啊，就擦红，嫁妆的面汤啊吼，当然就要擦到红红啊，表示呢喜气洋洋啊，面汤啊过来呢，骹桶腰桶就好三洗骹的骹桶呢，甲洗身躯生产的腰桶。腰桶腰桶就讲较悬的啦，就讲人躯了差不多到你的腰衣顶面的啦。讲洗骹的骹桶甲洗身躯生产的腰桶，就安那就爱好三啊，好三茶啦，就讲爱用好的啦。这腰桶是过去一种查某人在用的桶啦，平常时啦，用来咧洗下半身的。另外佮安那咧，佮生产的时候用来咧坐盆的啦，所以这种真重要的物件啦日常用品，骹桶腰桶就好三。过来咧，锡桶、吹桶、钢拔桶，这钢就是呢烟了就讲钢啊，含什么话佮有啦呢，佮有锡桶，佮有吹桶，钢啊呢，甲拔桶，正做咧用的锡桶，迄条啊用挂起来时候爱用锡的爱迄水较会落落煮饭料理的用的这吹桶，佮安那呢，佮滴水的拔桶。咱做囡仔定听讲拔桶，拔桶其实有足侪讲法啦有人讲茶桶啦，有人讲水桶啦，有人讲寒桶当时拢桶啦桶啊。过来呢，好豆好虾兼饭粒，这个讲啥呢？讲用来吸水，用来这个好饭粒其实有好豆好虾甲饭粒这真正要料理一个家庭真无遐简单啦过来个有鼎柑水晶。补虾兼鼎菜，鼎柑水晶这个晶可能真正袂晓写。这个水晶的水当然无问题晶的晶就是安那，这个升旗的升啦，伊的文音叫做升，伊的别音叫做晶。鼎柑水晶补虾甲好虾是共的啦，好虾就是用蚝啦补虾呢就是用补胡萝卜来做的这个虾兼鼎菜。这个讲啥呢？讲灶骹的用具呢，有看鼎的鼎挂。鼎柑嘛甲有舀水的壳啦水晶就是壳啦甲那咧补虾就是讲灶骹的用具呢，有看鼎的鼎挂，有舀水的壳啦来吸水的这个补虾甲那兼洗肠的清讲鼎柑水晶补虾兼鼎菜安尼有这无？因为头头讲到骹桶腰桶着好三锡桶吹桶钢拔桶好豆好虾兼饭粒鼎柑水晶补虾兼鼎菜一大堆啦可见呢农业社会的时阵迄鸡翅头是真济厨房着安那着济备安尼开始有物件拢OK过安那咧安尼都到底煮食有好味呢开始要炒开始要煮讲煮食有好味要好味变有一寡落有一寡香料有啥物呢？另外盐糟酱醋伫灶边安尼毋知有迄个咸香，讲有啦呢，有啦这灶边呢有啥物？有盐啦、酒糟啦、有酱料啦、醋啦放伫灶边里边使用啦，里边使用这个糟就是这个红壳所炼成的急酒料存落来这个泡啦这叫做糟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集就讲到这，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风景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